大量圓角家私，採用高光亮面焗漆，增強視覺空間，並配搭滲光燈帶，都係為一對老夫婦度身訂造。呢個近700尺嘅單位原本係3房間隔，但淨係住咗2位老人家，所以設計師淨係留低2間房，同時將單位嘅緊廚拆除。原本太古城呢個則咧係一個女字形廳嚟嘅，咁但係咧我將佢個廚房拆咗之後咧，就變咗個大嘅 L 型廳，咁變咗咧入屋嘅時候咧，起碼咧就會覺得哇個空間都會好啲喎。客廳個扇窗咧都唔係十分大啦，咁同埋咧佢又唔係最高層喎，咁所以咧太古城咧座座都咁上下高噶嘛，咁變咗喺個廳度，如果望出去咧，本來咧就係樓景，咁就連見到天空嗰部分咧都唔多嘅嚇，咁所以咧我就希望咧拆咗廚房，其實仲有一個好處咧就係將廚房嘅光線亦都引入咗嚟個飯廳嗰度，咁就變咗可以通光同埋通風啦。設計師喺廚房嘅牆身採用較多紋路嘅岩板，增加反光效果。咁個岩板咧，佢係仿一隻石叫做 Pandora 嘅石。咁嗰隻雲石咧，其實就本身嚟嗰啲紋路比較豐富啲嘅。咁我覺得啊，如果做喺嗰個廚房嘅吊櫃同地櫃之間咧，咁就更加豐富翻個視覺啦。咁同埋佢嗰個亦都係一個令面嘅啦。由於男戶主行動不便，所以設計方案上需要配合日常生活所需，例如要方便輪椅出入，門口位就要做得寬闊一啲。喺走廊旁邊亦加入扶手。設計師利用馬賽克瓷磚作為浴室地板。浴室咧，因為成日會濕水，咁如果你用普通瓷磚，就算你用防滑係數好高嘅瓷磚咧，都係唔夠嘅，咁所以咧我就索性用咗馬賽克。咁馬賽克咧，因為佢嗰啲縫口位比較多。比較特別嘅係喺男戶主嘅房間單人床旁邊增設咗碌架床。因為咧長期都需要有工人姐姐照顧啦，咁所以咧亦都係佢間房又大咗嘅話咧，咁就可以工人姐姐咧就可以近距離同佢住埋同一間房，咁就可以方便照顧好多啦。女主人咁啦，佢就希望咧喺自己間房咧就增設一個 powder room。咁我就覺得啊，如果我哋拆咗其中一間房嘅話咧，咁佢嗰間房咧就多咗少少空間咧，就可以滿足到佢呢個要求。喺衣帽間同洗手間位置運用長虹玻璃嘅垂直長條紋造型，亦保持空間通透感。